今天的毕业典礼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明天我也会有我的毕业典礼，我相信。我今天还是要讲我失败的故事。我希望，只要我是一个最惨的熊中人就好。希望也能够提供给各位同学，能够在未来面对挑战的时候，我当各位的垫背。讲有一个较惨的，那个叫陈其迈，是我们雄中的学长。今天的毕业典礼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明天我也会有我的毕业典礼，我相信，作为雄中人，面对失败，面对挫折，倒下去，马上爬起来，就算爬不起来，用爬的，我们也要达到我们的目标。所以跟大家相约，明年我们在那一栋红楼见。我想讲，我今天要来参加毕业典礼，那是在讲我，好像在影射我一样。我跟各位同学一样，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都是坐在下面。刚刚荧幕特别提到说要颁奖的，请到前面集合，那我都没有集合过，所以要走自己的一条路。我相信雄中人在毕业之后，在各行各业。我常常碰到很多顶尖的我们雄中的毕业生，碰到我跟我讲说，我嘛雄中毕业的，那一种骄傲，那一种作为雄中人的自傲，这个都是我们雄中人的 DNA。刚有提到说明天是你的毕业典礼，是不是有这个决心要参加？我做任何事情，当我下了决定，我就是会展现我的决心勇往直前。有名嘴说可能不是考试，你怎么看？我本来做任何事情都是实实在在、脚踏实地做事情的人努力到最后1分钟，努力到最后1秒钟，这个是我的对自己的要求，一项如此。那有信心会超过上次得票数吗？只有更好，没有最好。让台湾或者是高雄更好，这是我一辈子我努力的目标。